咁啱嘅。喂。麻鬼煩！年終都唔知幾多好似你咁嘅靚妹自己送上門啊！我係中意同啲巨星合作。你誤會啦，我真係過嚟攞簽名嘅啫。咩攞簽名？你係做教書嘅護士、空姐、空姐。乜你估親嗰啲咧咁似日本3級片嗰啲女主角嘅職業？留先得嘅。我就希望開一間淨賣 tiramisu 嘅餅店，同埋一個錫我嘅男人就夠啦。即使你對我愛情已死，表演一場歡喜，為何情願報憂不報喜？能別痴我，可以扮逃避，在一起來較量，誰入戲？